过来消息哦，过来看高雄旗山的溪洲大桥，桥卡早起有一台怪手摔落去土里，怪手司机找到的时候已经过往了。有人怀疑讲，敢是偷盗粪扫，这个司机操作无细腻，才会发生意外。透早，旗山溪洲大桥下卡出现一个大土窟，内底阁有一台怪手，怀疑有人待伫土内底。现场出动真侪人员，发现一个查甫人，互压伫怪手下面。救出时阵，人已经死亡。旗山分局是透早5点接到民众报案，警方怀疑敢是要偷盗废弃物，因此才环保局到处勘查，发现附近确实有粪扫堆，怀疑司机可能要误区来倒废弃物，结果却发生意外，人甲怪手做伙落入土窟内底。来的时候，再下去搜救，7点30分的时候确定发现下面有人压在下面，已经 O 卡了这样。根据旗山分局表示，现场无发现工程正在进行。目前，这位35岁姓李的司机嘛已经死亡，死因要等待调查。附近居民表示，这2天是有工程来勘察水沟，不过拢无看到这台怪手，嘛拢无通知要来施工，感觉是真奇怪。这两日尔，因为阮迄日落来勘察这个水沟哦，结果拢无看到这个卡头机，无这个迄落呢，无这个工程呢。是哦。嘛唔知影啥。嘛无敢联络的，我嘛拢唔知影咧。因为事发地点无时间过失败，土地是私人的土地，司机的身份嘛已经确定，事故原因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当中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